Li ma jiao dao wang lu hai liang shang guan zhu ti ying pian zi yuan de feng fa ke dian and ying pian biao ti yu jia jing zi de zi chuan, li zi, hashtag religious art pictures, hashtag angel, hashtag Buddhism, hashtag Christianity, hashtag Taoism, hashtag deity religious figure. 网页链接应该念中文才对，怎么会念好像外国文呢？怪怪的。把它全选了选，这次看看会不会正确。红圆小菜园茼蒿怎么这样采？要全部种茼蒿菜真的很简单，才短短的几星期就可以采收了。要读作种。网页链接。立马找到网路海量相关主题影片资源的方法，可点按影片标题有加井字的字串。例子：井号 religious 小老鼠 art pictures 井号 angel 小老鼠井号 Buddhism 小老鼠井号 Christianity 小老鼠井号 Taoism 小老鼠井号 deity 小老鼠 religious figure 网页链接。有的不是很标准的，要有复制贴上，然后要在影片加标题可以用，然后你看，茼蒿党鹅冬天的菜，到自己的频道的社群来贴上。到社群来贴上来分享，要操作给你看哦。还点按显示完整内容，你有没有看到？有加井字的都变成蓝色了，跟那个网址一样都是蓝色的，就是有超连接功能。而且这个是跟全球整个网络哦，这等于互联网的观念了。全世界的有相连的网络哦，都可以找资源。你看这个电脑功能这么厉害呀，有光纤的速度哦，光1秒绕地球7000半，地球1周4万公里，光1秒跑30万公里。你看这个光纤的速度，可以到全球各地哦，那个有网络资源的都找出来。来，现在找religious，哇，找到了2.5万部影片，6585个频道，这速度有够快啊！这么快就累积出来，计算出来，显示出来，而且还会不断在更新，在变化中呢。那么快的就计算，然后列出来，你看，要善用这个科技资源，所以有那个好的资源的公布在这个频道的社群，然后你看加个标题，加个井字，或者是只有提供这个搜寻的关键词就可以了哦。这些关键字啊、字串啊，你看这重要的，或者是网络上人家影片量很大的那个关键字啊，前面加个井字，你看把它收集起来、累积起来，如果有1000项就可以，网络资源找到1000个主题哦，海量，真的是海量的网络资源，感恩啊，感恩啊，真的是很感恩啊！欢迎订阅网络资源共享，功德同享，感恩资源共享。